讲到拥有美丽的灵魂，咱请郑牧师。咱同心来祈祷，至圣的上帝，阮进入你的圣殿，阮安静阮的心，阮要将阮的生命搁一摆高举伫你的手中，祈求你甲阮做清气的心，互阮内面有换新正直的心。伫新的一年，阮要穿新衫。但是，阮搁较期待，就是阮会通有一领新的灵魂的衫，新的决志，圣洁的心，谦卑恭敬，甲主你同行。主求你听阮的祈祷，互阮无论行到什么所在，阮的亲人朋友讲，恁基督徒有一种特别的香味，恁基督徒有无同款的态度，主互阮知影，这毋是对阮家己内面有的，乃是因为你的圣神踮伫阮的内底，互阮活的无搁再是阮家己，乃是主耶稣你甲阮三甲伫地，因为你活伫阮的内底，活伫阮的家庭，活伫阮的教会，主要恭敬听你的话。求你为着你的名带阮行义的路，求你互阮的灵魂精英，互阮会当一生一世，诚做上帝你所欢喜光明的子子。阮伫你的面前静静听，求你的圣心帮助阮听，互阮听会清楚，不但听入阮的心，佮摇动阮的心，改变阮的心。阮伫你的面前恭敬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新年今年恁敢有买新衫？过年前有的人有，有的人无啦吼。但是今仔日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甲主祷讲，祝福我一领生命的水衫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。人真正水，毋是外在。你感觉亮眼的外貌较重要，还是美丽的灵魂较重要？我比朱牧师较甲问恁，因为恁朱牧师问恁，恁拢点点在要问啥？哈，当然这是思考的文化的背景，有当时会造成咱的思考的甲对话的困难，吼，咱拢知影，真正水是内外拢有，但是内面比外面更较重要。吼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第一个祈祷，咱甲上帝讨。我有穿水衫无穿水衫，毋是上重要，上重要就是我的生命，要有真正对内面出来的水。这个水袂因为我的面皮哪来哪粒，就变歹。这个水会因为内在光，互我的生命到我一生的路尾，有关有上帝你的荣耀，你的尊贵。愿天父上帝赏赐咱在座每一个人，拢有一个美丽的灵魂。这是今仔日牧师的祈祷，嘛是牧师的邀请，嘛是期待上帝将美丽的灵魂来赏赐，互咱的囡仔，嘛互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。阮的年纪，但读着这个澳大利亚本，阮就知影。哦，啊，即摆少年这代有当时可能都毋知影澳大利亚本生做怎样。伊是一个真水的电影明星。伊讲一句话，伊讲一个查某人的水，毋是干那外在。一个查某人的水，应该是对内面出来。啊，其实我感觉伊即句话讲了小可毋对，应该爱讲人啦，毋是查甫人尔。啊，真正的水是对内在出来。内在若心无清气，
就亲像你有口臭，你无开嘴的时阵就不要紧，但是一旦你内在迄个无清气的物件就走出来，会互咱的生命打折。一个人爱对家己负责任，你爱甲你的衫洗好清气，甲你穿好衫、名牌衫无啥重要，因为你若无甲你家己照顾好势，你的衫若无爱洗，就亲像讲爸爸妈妈叫你入去洗身躯，啊，你入来就洗一支枕头啊，然后洗一支骹。兄弟姊妹，一个人爱照顾家己，因为咱的衫、咱的身躯的臭味，甲咱的社会地位关系无介绝对。但是这是一个礼貌，这嘛是表示一个对家己负责任。咱的身躯有迄个奇怪的味，自然咱的心味就会减少人甲咱亲近的迄个自然。就亲像韩国人做无爱食盐水啊，啊，咱买肉丸来互食吼，啊，迄菜头汤内底有一滴仔盐水吼，伊就甲硬掉。啊，但是因韩国食一寡物件吼，咱嘛挡袂牢。哦，有一种鱼仔吼是极臭无比啦，迄叫做烘仔鱼。啊，但是迄叫做韩国内底咧请人客内底最上等的料理。这就是无共款的所在。所以今仔日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做一个学习，做一个负责任的人。咱甲上帝讲，我不爱干那有清气的外在，我要有清气内外拢清气。咱2月第一个礼拜，牧师甲咱分享一个题目叫做敬虔。恁敢会记迄句话讲，有敬虔的外貌安那，无敬虔的啥物？实质，就是讲我外面有敬虔的基督徒的迄个习惯行为，但是伫我的内面并无有迄个水个清气的生命伫我的内底。所以圣经讲，若无灵魂就是死的，信心若无灵魂就是死的。所以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英国最出名的一个写诗的诗人。莎士比亚，伊讲伫人美丽的外貌中间，哪会当阁加一个就是真善良、真善美、美丽的灵魂。那安尼你的生命永远有迄个水。愿天父上帝的圣神感动咱，嘛激励咱，互咱对今仔日开始，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无爱亲像戴一个假面具的基督徒。咱要正做一个内外拢一致，互上帝的道进入咱的内心，除去咱心内所有一切无水的、无好的、无香味的迄种的品格、修养、态度甲观念，求天父上帝点伫咱的内心，互咱伫即种的世代，我毋知恁有感觉，今仔日的世代有啥物无妥当的所在？我个人感觉，今仔日这个世代重外貌比重内涵更加超过。全世界上介奇怪的国家就是韩国。韩国的基督徒是用要甲欧洲吼，这个基督化的社会，基督徒的比例伫咧悬。但是为什么这种的社会内底追求迄种的整形？到几乎疯狂，我相信恁捌看过迄种报道，讲电影明星还是讲歌星徛起来，在上台以后，差不多那像复制人。恁敢捌看过迄种报道？差不多真多，伊的双眼皮、伊的外貌、伊的鼻啊、伊的真多所在。今仔这个时代人减菜是因为欠缺自信，所以感觉。韩国人是单眼皮的民族，无够水。一个人若无自信，伊就无容易成做一个坦然的人。但是有一句话叫做 “beauty by nature”，就是讲自然的水啊，
上帝创造咱有咱的水。什么人讲白皮肤的人较水？什么人讲黑皮肤的人较歹？什么人讲单眼皮较歹，双眼皮较水？什么人讲 A B C D E G F G 迄个杯愈大就愈水，真酷。顶礼拜有一个真悲伤的消息，就是一个家庭4个人拢伫车顶烧炭自杀。后来认真追究了，才发现其实毋是自愿自杀，是被自杀。因为伊的丈夫真变态，伊要求伊的太太去做整形，去做隆乳，一摆袂当满足伊迄种真错误、垃圾的心，所以佮要求伊太太第二届佮去隆乳，伊的太太受不了，所以要求离婚。要求离婚的时，伊的丈夫就是要死，大家做伙来死，包括细汉的囡仔嘛做伙。就甲用汽车排放的垃圾的气，就带走了所有。这个时代欠缺人将上帝的水彰显给这个世界，互这个世界人知影讲，咱真正的水是一种品格，是一种修养，是一种内在。真多审美观念是错误的。什么人讲白皮肤的人，就比黑皮肤的人较高尚较水？这种常常是将一个人的生命给物质化，将伊自卑感的心态给挑起来。如果咱若看见真正的水，如果咱若听过真正宝贝的信息，对咱的内面敢会有改变？我相信会改变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对上帝讲：主，互我看见你的荣耀。主将我心内底的无满足，将我内底自卑，将真侪错误伫这个世间对我造成重外貌无重内涵。求天父上帝帮助我，互我知影，我是上帝宝贝的囝儿。毋是因为我的身高，毋是因为我的五官，毋是因为我的体型，嘛毋是因为我教育学历的悬，是因为我是一个有上帝本性、清气的本性、上帝尊贵的本性充满伫我的内面的人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成做这种自由、坦然、欢喜的人吗？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领受真正灵魂的水，这是今仔日上帝所对咱来唤起的。伊也咱知，咱伫这个世间是代表伊，所以咱穿衫只要清气，咱的生活只要正直，咱就坦然。咱要伫主的面前求上帝帮助咱。互咱有健全的外貌，嘛有健全的灵魂；互咱有美丽的外貌，嘛有美丽的灵魂。美丽的外貌是指清气、整齐、端庄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因为内面的水，外面嘛水。所以，一个眼睛会发光的人，无论伊行到什么所在，他的生命都是亮丽的。所有眼睛会发光，就是讲，伊是一个有信心，伊是一个开朗，伊是一个乐观，伊是一个欢喜，伊是一个平安。迄种的眼睛发光，就是对内面有真自然的、迄个满足的欢喜，迄个永远的福气，伫伊内面走出来时，伊自然而然就成做一个会吸引人的人。因为人会发现，这个人无同款。一行咯，
改成真有活泼、有活力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约翰对伊的教会、对伊的兄弟姊妹，伊发出伊的祈祷甲祝福。伊讲：所听的兄弟，愿你凡事兴旺，身躯健康，甲灵魂同款。我今仔日嘛用这句话邀请兄弟姊妹，咱甲上帝讲阿门。祝福我凡事兴通，互我的身躯健康，但是更加要紧，我的灵魂嘛要爱健康。愿天父上帝对你内面的迄个无满足、自卑感，用伊的丰富压榨伫你的内底。对今仔日开始，你若有发现你有自卑感，你的目睭毋敢看人，你有任何多想，你有迄种的自哀自怜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种自卑感离开你的生命。毋是骄傲，是慢慢学习真侪上帝手中宝贝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嘛，赏赐咱有勇气，伫真侪要甲咱压抑、无适当的情绪，对咱错误的指责，咱毋免惊，嘛无受气。咱伫伊的面前静静甲伊讲：你所讲对我来讲无公平，因为我毋是即种的人。愿天父上帝用伊的心放伫咱的内底。顶2礼拜就是2月初3的讲道内底，我有读即句圣经节互咱听。伊讲有敬虔的外貌，却是违背敬虔的本质。这就是外表是基督徒，但是内面毋是基督徒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即种内外不合一，常常会造成咱的信仰无基础。所以圣经讲，你若安尼，就无法度明白上帝的本性，上帝的真道。求天父上帝用伊的灵帮助咱的灵魂醒悟。诗篇23篇第3节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我到安静的水边。伊互我灵魂静养，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义的路。诗篇23篇有6节，但是今仔日我只有读，请师会带咱读这3节。我要停伫第3节。第3节讲，上帝要互咱的灵魂静养。你嘛听过一条歌叫做有魂有体无魂有啊？亲像啥物？稻草人。咱若是一个无灵魂的人，咱就真做一个无活命的人。求天父上帝互咱的生命对内面清醒。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求你互我常常有好的精神，袂拄久。伫人生的道路顶端有清澈的心、清澈的心神。伫这个黑暗的世代，袂因为黑暗来跋倒，反倒当因为上帝你赏赐我一个灵魂的目睭，所以我会当判断伫这个世代中间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无好。这就是这代的圣经中间大笔所祈祷的最宝贝的所在。主啊，你互我真做一个清醒的人，伫弯曲背逆的世代，会当将生命的真道来表明出来。主，你嘛因为你的名，带我行义的路。咱敢知影，当咱求耶和华的名，会发生什么代志？常常咱的教会长辈拢会甲咱教，你暗时若梦着歹梦，你心内若有惊吓，你第一样代志安怎做？呼叫耶稣的名，主啊救啊，有无？你捌听过人安尼甲恁教吗？呼叫主的名，就是邀请上帝伊本身临在伫我的生命中间。上帝的名是带有权柄，咱求伊的名，就得到成就。愿天父上帝为着伊的名，带咱行义的路，因为
耶和华这个名，就是赏赐满满的上帝，各种的恩赐，特别伊讲美善的恩赐。所以内心若无光，就黑暗。你捌听过一段爱因斯坦的一句话？伊讲上帝无创造黑暗，黑暗是什么？黑暗是欠缺光明。上帝无创造邪恶，邪恶是什么？邪恶是欠缺良善。就亲像一间房间中间，伊若无电火伫迄个内底，这个房间暗暝，伊自然就黑暗，因为没有光源。咱的生命内面若无良善，咱自然而然就叫做高大的树枝，咱就无法度有青翠的影，甲青翠的叶对迄个所在走出来。愿上帝所有一切美善的力量，亲像咱所爱金的潘霍华迄条诗歌，所有美善的力量，咱该当作圣诗，咱该当作祈祷。咱该当作是一个感动咱的生命，所以当咱咧唱着诗歌的时候，咱就想着潘霍华；当咱吟着诗歌的时候，咱就想着伫惊吓死亡的前，保守潘霍华勇敢直到伊的生命尽头，这种的勇气，全备的赏赐，对上头，对天顶，所有一切阳光。光明的源头的上帝，赏赐伫咱的内底。愿天父上帝将这句话放伫咱的内底。雅各书今仔日所读第1章第21节，伊讲：恁着除去一切的歹甲垃圾，存温柔的心来领受上帝所赏赐恁的话，因为这个话，这个道。要改变恁的灵魂，要拯救咱的灵魂，脱离黑暗的关系，进入光明的国度。咱的教会咧行平安礼时，咱拢爱念耶稣听你，带咱脱离黑暗的关系，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。上帝用圣神扶持咱，上帝用伊的话来引导咱。上帝用伊的圣子耶稣，将迄个无保留的疼，对天父上帝所赏赐，现今所存有信心、仰望甲真爱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上存在放伫咱的内底。那呢？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恁思考。我毋是要将标准的答案来教恁背。我要邀请恁伫恁的心内来思考，因为咱若无对水的观念伫咱的内底，咱就真困难活出来迄个水的画面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要问咱一句话，就是：你感觉、你认为，什么是灵魂的水？你若无了解，你就真困难教你的囡仔来享受。成做一个有水的灵魂的爸爸妈妈，求天父上帝踮伫咱的内底，互咱明白灵魂是什么。圣经中间咧讲的灵魂，其实是分做两项，一个是灵，一个是魂。但是伫咱的文化、伫咱的文字中间，真困难将这两个字分开讲。所以中文拢讲灵魂、灵魂、灵魂。甲当作是一个专有名词。当然，若要严格来拆开的时，咱嘛会当了解讲，原来圣经内底咧讲的灵，甲圣经内底咧讲的魂是有无共款的。圣经内底咧讲的灵是上帝伊予咱的。创世纪讲，上帝让亚当分一口气。咧讲迄个灵就是上帝的灵，上帝的灵若伫咱的内底，咱就无理由无清气。
意思就是讲，咱空空的这个生命的杯，咱的思想的内底，然后上帝将伊清气的灵放伫咱的内底，咱就无理由、无气力通活出来。上帝的水，魂是什么？魂就是人存在的本质。咱的情绪，那用咱中文讲七情六欲了。魂，七情六欲。为什么七？为什么六？其实七跟六拢是在讲啥？足丰富对吧？你的情绪是七情六欲，是真丰富的，啊，不是歹。因为七情六欲嘛是上帝伫创造人的中间，这叫做人的本性。所以当人的魂甲上帝魂结连做伙时，迄个灵魂就精英，迄个灵魂就清醒，就用耶和华的念头做我的念头，用耶和华的欢喜做我的欢喜，用耶稣的心做我的心。灵魂伫今仔日的诗篇23篇，基本上是咧讲魂，伊的字叫做 nefesh， 伊的意思就是咧讲起人、自我、情绪、欲望、渴望，人内在本质，咱的情绪甲咱的热情。所以伫诗篇23篇，伊讲你互我的灵魂精英。意思就是你我的情绪，你我的七情六欲，你互我的生命丰富，而且呢，活起来，搁再一摆顶头生。上帝开我的目睭，开我的耳孔，开我的心意，互我活伫伊的内面。但是雅各书伊内底咧讲，人的身躯若无灵魂是死的。你捌听过古早人讲，人活是一口气对无？真类似的讲法，但是身躯若无灵魂是死的。伫雅各书伊所讲的是指灵，较偏重伫灵魂中间的灵。这个字叫做 pneuma， 这个字甲圣经中间伫创世纪内底讲，上帝将一口气，甲迄个是共字。对，上帝将伊的本性，上帝将伊的灵放伫咱内底。意思讲，咱的生命若无圣神带伫咱的内底，咱就是死人。咱的生命内底若无敬奉耶和华，尊主最大，若无上帝话有光，若无上帝话有权柄，那安尼咱的生命就是死的。所以，这个灵魂有一个真特别的意思，就是魂袂使离开灵，因为灵互人成做灵魂的人，人成做活的人。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。那安尼，我要小可甲咱分享我的思考。圣经咧讲灵魂的水，我常常只爱讲三项。第一就是品格水，第二是受用的水。你讲这个人有无受用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讲伊甲我做代志，但是还蛮做人。受用就是咧指做人态事的态度。所以灵魂的水上就爱有品格的水，爱有受用的水，佮爱有啥物？有智慧的水。这个智慧对学习、读册，这个智慧对真理、对上帝的话，这个智慧因为信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所以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，咱开始去看咱内面，我是什么人？而且咱感觉真严肃、真认真去问，我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种人？啊，我望成做什么种人？啊，上帝爱我，成做什么种人？而且如果安静的时，你若加思考这种的问题，我相信上帝要带来一个足大的礼物，就是生命的改变。
我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种的人？我想要成做什么种的人？啊，上帝，伊创造我，伊爱我成做什么种的人？当咱那思考的时，这个问题会引起真多咱内面的改变。这叫做当大人。细汉的时阵讲话亲像囡仔，做代志亲像囡仔，性情亲像囡仔。但是既然长大成人，长大成人这个字叫做成熟。伫圣经原文的意思，长大成人，这个字是成熟的意思。就是当我成做一个成熟有灵魂的水的人的时，我就弃杀囡仔的时，遐思想行为甲习惯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若无常常挑战伊过去的习惯，伊就是无互信仰成做伊的生命的祝福。所以，一个基督徒是常常互光来改变。迄个光照入来时，我忽然发现，哎呦，我头仔食饭了，搁留一个饭粒仔伫这个所在。上帝将伊的话名光照伫咱的内底时，伊最大就是改变。咱把这个垃圾摕掉，恢复上帝所创造原地的水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咱安静伫主面前讲，我的生命的特质、品格、品性，伊原本的意思就是咧讲起我的生命的特质。我安怎咧处生活，人看到我，这就是我的生命的。我若是一个乐观的人，人知影。甲这人做伙轻松，毋免定定个足紧张的，因为伊又搁当时要哭，毋知，伊搁当时毋知要安尼歇斯底里，毋知影。该做伙足自在，因为伊互人感觉好亲像伊本身是一个能量的供应者，伊当将伊的画面乐观分享互别人。愿天父上帝也赏赐咱，受用这个字，英文叫做 form。One's mind，form 就是讲形塑啦，受用的意思就是讲，伊将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甲伊形塑、甲伊形成、甲伊塑造，就亲像我烂面粉烂了后，我若要做手工饼干啦，我会当摕无共款的壳啊，甲壳落，会当有星星状的，买当有迄种大卫之星的，买当有圆的，有各种。上帝所赏赐咱有一个自由的选择，就是主啊，我的心要互你的话来形成。上帝用伊的话来形成咱的心思意念，然后人就讲这叫做受用。基督徒因的生活方式无同款，基督徒因的待人处事无同款，基督徒因的态度原则无同款。基督徒因的亮光、因的智慧、因的幽默，甲人无共款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互咱进一步受用是什么？兄弟姊妹，爱有诚心，你的灵魂才会水，对吧？你的心若歹，无论你挂什么种的面具，人拢知影。有时人若足温柔、足客气，超出伊普通时甲咱做伙一种习惯，你会感觉哪？好有气质，要配紧啊！真像那讲话遐尼温柔，安尼遮尼轻声细碎，遮尼亲切。人会知你的内心过去毋是安尼，要有真善美，要有怜悯的心，要有疼。真正的生命内底，会互你的灵魂改变。自然而然的，已经毋是受用，会变做你生命的本性。态度最重要，咱的灵魂所有表现出来的迄个气质，拢对咱的态度来。
所以伫咱的心态内底，圣经内底有真侪的教示，甲我做清气的心有啊，互我内面有啥？换心正直的心，是无？这就是态度。正直、良善、真实、诚恳，佮有啥物？利他，较少计较，牺牲家己。有时伫一个所在，咱愿意减食一碗面，咱愿意减摕一项东西，但是互咱周围的人真坦然，逐个人拢有交集。这就是态度，情绪就是他拄仔咧讲的本性、品性、品格。伫咱的本性的内底多一点爱。伫古老的灵修已经1500年的一个古老的灵修传统内底，伊甲宽容当作啥物？甲爱当作灵魂之窗。一个心中有爱的人，伊的灵魂会通常常是明亮、敞开的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生命的礼拜堂，伫咱内底这个灵魂，上帝甲咱做真侪清气的美丽的空间。咱的教会是有品位的教会，咱无用足昂贵的钱。这礼拜老洪上先生来看咱的教会，前的文化局局长陈局长看了后，因拢足欢喜。然后陈局长甲我讲，牧师啊，恁的玻璃吼，敢会当甲换做彩绘玻璃？甲咱挑战咧，毋是啦，伊爱咱的教会愈水。但是我知影，其实咱的教会不一定要有彩绘玻璃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块彩绘玻璃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生命诚做教会水，互教会水嘛，诚做你生命中的水。也愿咱每一个人，伫拄则牧师简单无经过真侪解说，迄几个字，你若愿意，你会当问你家己。你拥有几个特质？你愿意将来拥有几个特质？你愿意到有一天你年老的时候，人看你是一个糟老头，还是一个慈祥令人尊敬的长者？求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带，灵魂的本性不在咱家己。保罗讲：“我所爱好，我做袂来；我所无爱歹。因为伫我内面有一个人，常常甲我冤家。迄个人耍赖，迄个人常常情绪暴动，迄个人常常情绪绑架。主啊，我有够辛苦。但是耶和华是咱的牧者，什么意思？”伊互我倒伫青水草坡伫安静的水边，什么意思？毋是带恁去农营尔呢，毋免去外面农营，来教会农营，后壁就一块草皮。歹势啦，毋是咧讲家己限制讲你以后莫去农营，毋是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青水草坡安静的水边的意思，就是伫一个天堂的迄个安静、平安、幸福的境界。咱的上帝要将咱的灵魂放喺迄种有平安的所在，这咱今仔日最后祈祷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的灵魂无欠亏。伊互我的灵魂倒伫青翠的草坡，伊互我的灵魂无喙焦，伊互我有甘甜的水泉，伊互我的灵魂醒起来，互我的灵魂静养。伊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伊的路。2000年前的基督徒，后来慢慢形成一个礼拜习惯。伫礼拜中间要求牧师讲道，为什么？
因为2000年前咱的信仰的前辈，因就知影，爱常常有上帝的话，人才会当行伫义的路中间。愿主对你讲话，愿主嘛对我讲话，愿主感动的话，我分享给恁，也愿上帝感动恁的话，你分享给恁身边的人，也愿上帝为着伊的名，带咱行义的路。咱前马路亲像无牧者的羊群，咱前马路亲像马路的羊无牧者。邀发咱的上帝圣神，要做咱灵魂的牧者，陪伴咱、引带咱、顾守咱，所以伊的名叫做保惠师。这个圣神要帮助咱，因为这已经应允写伫圣经的内底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领受圣经的应允，咱都爱清气家己。要啉清气的水，都爱摕清气的杯仔来滴，除去肉体、灵魂一切的歹，用敬畏上帝的心，家己分别做成。因为敬畏上帝，咱的生命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求天父上帝，甲咱做清气的心，互咱内面有良善、正直、宽容、慷慨、尊贵，上帝特种阳光的本性，咱当心来祈祷。兄弟，我要邀请你，我祈祷一句，恁祈祷一句，为恁家己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拍开我的心，求你的光进入我的内心，改变我内面这个生命，互我伫礼拜中领受你的本性，找见我伫生活的中间来见证你的荣耀。我袂堪得，奉耶稣的名，恳求你怜悯我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